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业牧师。1月15日，约书亚记3章1到6节，准备。今天祷告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3章5节。约书亚吩咐人民，你们要洁净自己，因为明天上主要在你们当中行神迹。一条没有走过的路，我们要如何朝前部署呢？所准备的会准确吗？我们有备案吗？有无完全准备的守则呢？有的，请听全能者上主如何说。今天的经文来到了很关键的，就是约书亚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大早起来，他们已经要离开示廷，来到约旦河，在那里扎营，等着渡河。3天过去，3天了，3天以后，人民的领袖到营中各处，吩咐人民说：你们看见利未支族的祭司们抬着上主你们上帝的约柜前进时，你们要拔营跟他们前进。你们没有到过这地方，所以他们会在前面领路，但是你们不要靠近约柜，要跟在约柜后面，保持约1公里路的距离。约书亚吩咐人民说：你们要洁净自己，因为明天上主要在你们当中行神迹。然后他吩咐祭司们要抬起约柜，走在人民的前头，他们一一照办了。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，从一天的早晨的开始，而这天早晨的开始是离开了示廷，他们所要面对的会是一个全新没有走过的路。而这没有走过的路，我们要怎么超前部署啊？我们有没有办法？应该要做什么准备吗？或者是我们有没有退后的备案呢？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做呢？这个我们不陌生啊。如果我们最近到了年底，有人想要换新的工作、新的挑战，那么我们真的会思想思虑，我应当怎么样子来准备。我们看到约书亚竟然吩咐人民，你们要洁净自己。洁净在这里这么样重要，是因为我们的主他要用我们，我们是一个器皿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当我们要去经历那神迹奇事的时候，有些版本说我们要自洁。哇，那自洁可能会有一些人会误会，以为我们靠自己就可以洁净，因为那个自洁或洁净自己。哦不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即便我们自己再怎么努力，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己使自己洁净啊。我们如果想要把自己洁净，那是充满挫折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了。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的，所以我们恐怕要有一个意志，一种决定，而这个决定就是主啊，我愿意让你来带领，使我这个生命被神你洁净，主啊，被你炼净，恳求你来帮助我。即便我们真的是信心不够，可是在新约，耶稣也对人说，
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但是人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我。这是一个很好的祷告，在我们心里我们相信，但我知道我信心会软弱，主啊，我需要你帮助我。有一个妇人，她在夜晚等待着她青少年的儿子彻夜未归，在那蒙蒙当中听到大门开门的声音，于是他问了儿子说，儿子，你回来了？儿子没有答应，没有回应，走进房间又走出来，很忧愁地说，妈妈，我做错一件事，就是我开爸爸的车出去，而这孩子只有15岁，他竟然偷开去出差的爸爸的车。然后这位妇人问青少年儿子说，然后呢？儿子很忧愁地说，我在快到家的时候撞到了人家的车子。然后呢？妈妈很紧张，有撞到人吗？儿子说应该没有，因为天色很暗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这妇人呢，就跟孩子说，你跟妈妈讲，诚实讲是对的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们怎么面对这件事？这儿子呢，信誓旦旦的说，妈妈，我只是心里忐忑不安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，但我每次看到你，我觉得我都不应该说谎，我还是告诉你，但是我跟你保证，绝对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我要去睡了。这个妇人心里很挣扎，这到底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事呢？跟儿子一起祷告完，隔天早上一大早6点多，这妇人就去看了这个车子被撞到的。在社区转角的地方果然是被撞到。妇人祷告之后想，还是要面对，带着儿子去找了里长，告诉里长，我们曾经昨天晚上开了车撞到这路边这台车。很奇妙的事情就是里长说，那没关系，那是我放在那里的，没关系，你告诉我很好，诚实是这社会所需要的，没关系，就原谅这孩子，原谅你们，没问题的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真的遵行神的命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需要勇气，需要刚强壮胆。这个孩子15岁，再次经历到我们靠我们自己真的很难，需要靠神帮助我们实践出神的命令，我们这个器皿才能够领受神的神迹奇事。好不好？我们来默想，圣洁是得胜的关键，但人就是全然败坏，唯有圣洁的上主能帮助。我愿意让他帮助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愿意帮助我们的主，谢谢你愿意拯救我们，因为我们没办法救自己，但是主，我们愿意说，主，我愿意尽全力来遵行主你的命令。恳求你帮助我们，信心不够的时候，主啊，
你就把我们提醒我们，用慈神爱所带领我们走当走的路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今天决定要活出自己的生活，靠主家庭给我的力量，我们要胜过罪恶的诱惑。我们明天见。